来继续来看宜兰县长林姿妙，因为涉嫌盗利，被判刑12年6个月。依照着地方制度法的规定，必须要来停职，嘛将做全国第一例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停职的县长。也毋过林姿妙一直强调讲，家己无做歹代志，到今也无法度接受被判重刑。即摆林姿妙甲伊的律师团向行政院提出着诉愿，嘛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提出着行政诉讼，要申请停止执行这停职的处分。会觉得委屈吗？他的判决可以接受吗？停职的宜兰县长林姿妙涉嫌盗利罪、财产来源不明罪甲洗钱罪，一审被判12年6个月，批夺公款6档。习惯做艰苦，非常的痛心，我没有做坏事。在判决后，郭老板强调，家己无做唔到代志。内政部依照地方制度法规定，将林姿妙停职，伊正做全国头一个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停职的县长。也毋过，那赢立委吴宗宪跳出来发文章讲，县长不应该被停职。依照刑度来讲，财产来源不明罪比盗利罪轻正多。既然恰当的盗利罪拢爱等到2审才来停职，那呢较轻的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太当一审判决就停职，现笃现是立法无够周至。林姿妙甲律师讨论后，1月7日向行政院提起诉愿，13号又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强调停职所引用的法规合法性有记录，申请停止执行停职的处分。图利罪判刑的话，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被停职，依法律的来说是应当的，但是他是以财产不明的罪来跟他判刑，我觉得应该是2审才可以停止。很多的重大决策都需要由县长来做出裁定，那我想担任县长也必须要心无旁骛的全心来做。另外，议员质疑林姿妙复位了后，身躯顶有安排真侪条官司，那呢是要安怎好好管理宜兰呢？司法甲行政定数等咧进行，这场攻防战有缘继续摊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